我一个，结果你办一蕊花哦。这朵花真正有够水的呢。哎，你要去倒，代表你要去倒啊？我阿得叫。哦，你哦，真正无依无事啦。喂喂，你莫生气，嘛头拄迄花就真正足水的啊。我看到呢，你唔是甲我安尼用一个，你是去看花。但是你看，咱行来遮，这涂骹嘛是拢是花呢，嘛拢足水的呢，吼。规片的吼。对啊，哦，你看，安尼一片一片。讲真的，其实安尼片一个，还佫有淡薄仔香味的吼。是呢，而且这涂骹拢是看起来敢若露色呢，吼。系啊，你莫生气啊啦。好啦好啦，我谅你啦。还敢若有一间土地公庙呢。是诶。听讲这足灵社的哦。哦，去看者。好啊，去拜拜者。拜者。哦。哇，你看，这个厝边头尾哦，大家拢足有心的呢。迄种花种安尼足水的，这色水吼，拢足爽啊的。毋过想怎拜拜，无用迄种玫瑰啊，还是姜味花吼。红甲安尼对袂？我印象当中，亲像阮兜有咧拜拜啊，阮阿嬷咧用的迄色吼，用的迄花啊，嘛是拢是亲像安尼啦。你看这文心兰。系啊，兰花啦吼，有诶用迄个百合花啦。哦，百合花。你看伊迄内底就是百合花啊。阮阿嬷有甲我讲过，迄个叫做吼西宫莲仔花啦。对啦。是啊，我是咧想讲，可能是因为你看哦，亲像玫瑰啊、姜味花啊，伊迄顶悬拢有足侪刺的。迄足侪刺吼，可能就是甲迄风水有关系。惊擦到嘛会流血危险啦。对啊，应该是因为安尼吼。所以逐种花吼意义哦，甲作用都无共款。是啊。来拜一个。拜一个啊，等下再看去倒位洗者。好啊，好啊。哇，你看咱即摆安尼看到这片吼，五花十色，足浪漫的呢。足好诶，连迄外口嘛足闹热的。是啊，赢闹热啦。赢闹热啦。这就甲阮头拄迄土地公庙看的花拢无共款。真诶。遮拢真正是较盐，迄个色水哦拢较济。系啊。你看黄的啊、红的啊，对无？粉红啊，红汤就来，哎呦，水当当哦。对啊，所以真正诶，甲拄仔咧拜拜的时阵看到迄色水吼，都拢无共款啊。对哦。人喺开店啊，咧送人花啊，咧甲人祝福的时阵，迄用的迄色吼，都拢无共款。算讲逐种花拢有逐种花要讲的语言啊。对啊，亲像我定定迄演戏演舞台剧嘛，嘛是有人送花来祝福咱。真的呢，还是迄精灵节的时阵。精灵节，对，啊，你送你99蕊玫瑰花。对，你吼，若是讲用这花啊，来甲人祝福，甲花有关系，这你感受会到，我甲你扣一下。绝对爱的啦，走江湖走遮久啊。你讲一下，这个花语我想看觅，花，你真正水甲亲像300阿花。你讲是好话，拜托者，我想一下吼，我嘛会送你一句的，你吼，吼，第八，你真正是吼，鸳鸯花摆唔知。哎呦，我鸳鸯花摆唔知，你唔知是满面全豆花。好啊，你即摆安尼甲我练喙花，我就甲你拍甲你目睭花花。阿鸟花哦，紧来走哦，阿鸟花。你看起来足恐怖的，你莫安尼。哎呦，安尼愈看愈感觉腹肚枵呢。看花呢，啊，毋是咧捡菜啊，哪会腹肚枵啊？无啊，你看迄拢迄敢若冬乌啊，你若去煮火锅好食。这冬乌，迄红色的，敢若砍仔冻共款。对啊，迄若迄八牛肉吼，做牛肉汤嘛最好食。我看你真正是腹肚枵啊，安尼知影啦？我带你来去食迄花糕。哈？请你去食花糕啦，花糕。
吼，你行这你爱较细力的呢，你知影无？知，我定定咧爬山，我三脚用呢。这你内行的啦。啊，毋过你带我来遮，真正寒啊加冷顺了，啊，搁风高野外，你到底想要创啥？要发救人啊？啥物风高野外？我甲你讲，遮仙境呢。哎，是啦，是仙境无毋对啦。啊，毋过来仙境要创啥？我知影你都巴肚枵咩，所以我拄仔毋是甲你讲，带你来食花糕。哈？你讲花糕，啊，到底是花糕，还是花糕，还是飞糕啊？我爱甲你讲，我讲你这个人哦，你唱戏人高番话。我当然嘛翻，我巴肚枵当然嘛翻。巴肚枵，巴肚枵。知影你巴肚枵，你去点咩啦？巴肚枵，哎呀，错一条，你错一个吼，哎呀，没有问题。这个风景有水无？就水哈，欢迎来到阮的农园啊！好，老师好。有老啊，毋过阮伟伟讲要带我食花糕啊，无问题。啊，咱人民随时来食花糕哈，但是食花糕以前一定来开胃。哦，咱开胃，咱爱来啉这个芳草茶。啊，芳草茶，我拄仔行过来的时阵，就闻到一个芳芳的味，就想讲哦，老师一定是用芳草茶。哎呦啊，真好真好。你这仙境啉茶吼，哇，哦，够芳哦，赞好，慢速哥的旁边吼，伊其实是有一个开胃功能。所以伊啉了嘛对身体好。头一摆啉到这慢收菊的味，啊，我感觉伊的这个芳味吼是在嘴内底一直吸，一直吸，一直吸。啊，你的鼻啊，甚至讲你的脑拢是迄芳芳的味。啊，淡薄安尼甜甜的迄种味。对哦，啊，你都甘甜甘甜，完全天然，拢无任何加糖啊啥，拢无，拢无。哇，安尼足好的呢！你看，这杯安尼啉落去，等下搁食迄花糕。但是哦，咱要食花糕哦，一定爱家己去挽咱的芳草哦。爱家己挽。系啊，系啊，系，安尼好不好？好，来挽芳草，好不好？好。哇，你有看到这苦真水无？对啊，都较济呢。是啊是啊，这搁较济啊。汤呢？来介绍这盆，哎，这啥？这盆叫做啥呢？叫做百里香。哇，这香哦，这的。清香的喏。嘿，啊。哦，咱爱较豪迈的安尼。安尼直接。对八担的花糕内底啊。无，咱里面爱绑一个叫做香草树。哦，咱家的这个花糕叫做香草树花糕，这伊本身呢是做古龙水原料，哦，做香水的，嘿嘿嘿，所以本身来讲，伊内面有一个麝香酚的这成分，是对咱的身体有所谓杀菌，强健，身躯较勇安尼这种的帮助啦，吼，安尼加加挂，对，嘿，来，继续咱来食这个食用花。哦，会用食的哦，会当食，会当食来，真的啊，这什么花啊？都直接安尼食。咱叫做鸟翅尾草，不够甜，那叫甜啊！我就会使食两蕊吗？会使，无问题。会食得到迄花的香气，啊，个蜜，甜有迄蜜对无？对，老师食得到蜜呢。系啊，是啊。看这安尼足水耶！敢若迄过年时啊，迄鞭炮有无？赞！吼，迄嘛会使泡茶嘛吼。对，泡花，对啊，泡花啦。好，真好。来，哦，咱继续行。好，来加这个叫做金莲花。金莲花哦。金莲花，金莲花吼。嘿，咱来做，拢来食一蕊啊。哦，这规蕊拢会使食。嘿，规丛啦。规丛吼，包括叶啊，哦，伊的茎。甲伊的花，哦，然后甲伊的种子，到底食安尼食落去哦，哇，食花的人，食花啦，吼，哎，脆胖胖，啊，个淡薄香香，吼，有小可酸芥末，对，愈刺激咯，这上刺激来，这有刺激哦，我惊咸呢，这会咸哟，哦，这叫做芥末，会咸啊，芥末，哦，瓦萨比的味啦。哦，哎，这哪会遮呛？蛮夸张。无啦，真的啦。哎，有诶我咧加菜无甲我整。芳草吼，其实热天洗了较歹，咱们嘛是有种一寡热天适合的这个芳草来用。哦，安尼一年四季咱会使来挽着这个芳草安尼嘿。
大概我遮有种差不多将近的300几种的香草。啊，老师，这300几种要做火锅拢会因为咱用会使做料理、泡茶、泡茶、健康、健康我就是芳味的。精油啊，啥拢会使啊。哦，玉文老师，哇，班好啊，班好啊，老师好。有老师讲伊喺无闲啊，叫阮两个人来找你，讲你会甲阮教啦。对啊。啊，毋过咱伫百货进前吼，咱个先爱改咱香草树。这内底就是有迄它多少蔓桂？百里香，还有这啊，迷迭香迷迭啊。香，对。拄啊，佫想讲你是要用一个扫啊甲伊拔，结果这个扫啊都是水咧。把做伙了，就是放伫迄汤头内底，就变做要吸伊的香味，就对啊。对，嘿，咱今日来咱香草园，咱要豆吧吼，其实是用肉来甲这香草哈，甲这花包在内底。看起来真正足好食。你看这，对啊，你花这个花色甲这肉色哦，啊，搁这叶啊色，花看起来就做想要啊，哎呦，迄是一种五感的体验，对无？看，啊，搁会使食，啊，搁有气味，搁有香味。对啊。哇，做好嘞！紧哦，绑起来，绑起来！老师不是你来做啊，你看。老师，你真正拢会互阮满满的情绪价值。对啊，伊个吼，啥拢优上好。就好诶。恁这某欠卡真正。真正诶，玉文老师哦，甲阮教安尼就好诶。你看这边啊，拢是这花的料理呢。你连这每一个拢用到安尼，敢若对食品呢。即嘛，首先哦，这咱包的这吼。肉，吼，因为鸡肉较久，吼，啊，咱小可哦白咧安尼，嘿，香草素即摆安尼片起来就足香的，啊，佮有番麦，啊，佮有高丽菜伫咧内底。啊，你佮用迄个猪骨吼，放大骨。骨啊啦，骨啊伫咧内底。水哦，吼。哦。啊，你一开始哪会想讲要用这火锅啦？因为咱第一啦，吼，咱台湾人上爱食火锅。是啊，是哈，要咱来推广哦，愈济台湾人来爱这个香草，因为我推广香草28年哈，哦，所以说呢，想讲啊，安尼干脆就是哦，这个香草甲这个火锅来做结合做伙哈。因为我一开始会感觉讲肉甲花安尼配起来怪怪，敢会一甜甜啊，一咸咸。但是这个花的这个香味会甲迄个肉的油的味吼，啊，去掉。迄个香草素是重点，所以我这叫香草素花火锅，就是讲迄个香草素哦，迄个肉吼，伊的迄个，不要讲较无好的迄个味，肉馅，规拢去掉，所以要加上这个香草。加上这个花，所以你感觉讲食这肉，甲人外口食的肉，真的，我剥入去了后，我感觉我规个嘴拢是迄清香，足香的，啊是迄香草的香，嘿，拢唔是讲有迄肉味啊，迄拢是感觉就清甜安尼，那足好食的。但是伊放这香草素料，迄汤嘛是清的，清的，吼。敢若种溪水的清，来，哎，玉文老师，你嘛做伙啦，有啊，来做伙，老师，咱做伙来。哎，互我甲你服务一个啦。多谢薇薇啦，你规工哦，足欢喜的。有啊，今日安尼安排你有满意无？真正有够满意的。皮的香味啊，花草，佮有伊的意义嘛。拢有伊无共款的意义，啊，佮有伊的香气，拢是伫咧阮大家的生活当中啊。对啦，四界拢看有，但是你行过去就袂记你这个花味。啊，真正看到，啊，甲你食到的时阵，迄心吼拢会足欢喜的。就是真正人讲的心花开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对啊。
我棒的啦！真的嘞，行伫咧这花市哦，心情都足好诶。我感觉我变乌条共款的。而且你有感觉讲，这甲咱印象当中的遐花市哦，较无共款，遮足清气，佮足快。对哦，而且吼足好势的感觉。啊，不过你今日带我来是要安怎？要约会哦？啊，唔是啦，我就想着讲，足久我无送阮妈妈花啊，想讲来绑一束花送互伊啦。安尼友好啦，友好。安尼你母也介意什么款的花，我来帮你斗紧好。内行哦，伊介意迄种较大蕊的，较大蕊，较素的，较素的，较高雅的啦。哦，要拜公妈就对啦。唔是啦，你后面讲，等下阮妈妈甲你讲。哦，你讲高雅啦，较高较高雅。雅的。你看，参像遮就足多吼。这档我感觉找到恁老母会介意迄种。这啦，这你看白色的，啊圆圆啊，高雅啦。唔是这啦，你买。哦，唔是这哦。啊，这种无啊。应该来送这个啊，恁妈妈爱送这种啊，这种合作吼，这真龙啊花啦，恁母啊吼，收到绝对会欢喜。啊，不过送妈妈这敢有适合？适合啊，这真龙啊花啊，真的哦对啊，哎呦，你夜阵讲我无看过花是毋？对无？你都知影伊是真龙啊？无你问边啊这个少年，这是毋是真龙啊花？这毋是呢，这是迄个 KQ 啦，就是阮中药材内底有一种桔梗，就是桔梗啊，桔梗，桔梗，KQ 是日文哦，我甲你无桔真龙啊，梗。伫咧这边啦，这才是叫真龙啊啊。这位神请问你仙，是？哦，我是做花的，啊嘛是做园艺的。哦，花艺老师哦，老师安怎称呼啊？这阿婷。阿婷老师你好，我有啊。哦，有啊老师，你好。安尼老师，阮就拄拄好，因为伊吼要订花互因母啊，毋知要安怎订。想讲要绑一束花互阮妈妈啦，应该爱订安怎？有啥物美感无安尼啊？有较有年岁，还是讲一个少年的，心内做少年的安尼。差不多60岁，心内18岁。 18岁，安尼送迄玫瑰吧，送一寡新的粉啊，粉红啊色粉的。亮啊色的，哦，我感觉其实送花是一个艺术，是一个学问的。真的。咱两个啊，甲底好好底好调，才会合适啊。啊无，阮就对恁安尼行看看的，即搁甲阮家较介绍一下。对，阮来去啊，阮来去。来，咱来跑进看嘛。来看这档好啊。这档，以我老师我较好奇，你遐济档，你是安怎一定要拣这档的花？因为这档吼，差不多进口甲国产的比例差不多，国产的有较济一点嘛。但是这个花我在阿里山拢无看过啊。对哦，那是本土的，都是进口。拢进口的吧？其实台湾的花不只是阿里山啦，其实这个为中华开始到玻璃，一直拢有。台湾的花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讲因为是本土的。所以伊的迄个气候，伫阮台湾来讲，会放较久一点。较适合啊，莫怪啦，莫怪。我较早买花的时阵，安怎进拢安进，足紧就死去。但是介绍嘛来讲，有时阵台湾的花嘛有较俗一点嘛，因为进口有一个成本嘛，因为爱进口入来嘛。这花灵机的这个成本就是爱塌起哩啊。哦。等于讲这种花会使来选择咱国产的，选国产的花较俗了吼，搁较牛活。伊食台湾的土，啊，啉台湾的水。对啊对啊，像这本来是国外才有啊，即马台湾嘛有生产啊。哦。对啊。阮两个来问看卖，看倒一种是本土的，啊，倒一种是外国的，好不？好啊，你问头家看卖，讲考试一下啦。是头家好。哎，你好。这问这花吼，一斤偌济？一斤偌济？阮兜是咧卖花，毋是咧卖水果。啊，毋是卖水果的。还是那个呀？倒一种是迄种本土的。本土啊，下面是进口的，嘿。这甲这大部分拢是台湾的较济。哇！安尼你这搭台湾的足多呢？嘿，我本土的较济，嘿。啊，亲像我即摆看这啊，这设定吼，感觉足水的，叫色的啊。嘿，叫色的这种，会用个放偌久？这差不多10天。10天嘛，10天算短吧。以阮切花来讲，算正常的。算正常啊。感觉你像这拢差不多5天左右。 5天。至一礼拜。拢3、5。即摆较寒有5天啦，热天可能2天尔。啊，绝对。啊，若参像讲头家我问者吼，参像讲咱阮一般人嘛，安尼来踅踅花市吼，有啥物禁忌无？就是袂用个甲恁问的。参像安尼。我来后壁甲恁问者。天老板我要紧，莫安尼花来要甲订。
地看这水啊歹决地，唔通地啊灰啦。蒙安尼蒙蒙的会使。蒙赶紧。卖大力甲触个钉落你啊。个当做小只，轻轻啊蒙。小只。莫甲地，你地落，有的人袂用得哩，有的较粗骹粗手，伊就地落歹去。哦。你像运送过程嘛是拢会去路上，啥物拢基本拢会。我若是讲，比如讲我看这我感觉足水，一直提起来，你会使提起来，哦，足水的呢。你会使提起来，但是阮这拢有食水的，吼，上好是提起来水神的。哦。莫互滴伫个火顶头，火会歹去。会烂去吗？这有足侪人拢是安尼做。这是不是一个美工呢？唔对啊，但是会唔知提起来，你就是安尼。安尼地干安尼，插地，吼。安尼这火就会歹。亲像头家即马讲啊，这火安尼吼，迄介绍会起起落落嘛。对啊。咱是要安怎来这火市该抬价啊？对啊，叫伊算较俗的啊。安怎抬啦？因为来讲开始啊，迄回已经用足俗啊。头家你家伊唔敢讲话啦，敢抬价我唔敢看一个。是哦。所以来火市袂用个抬价啊。尽量嘛，因为阮拢是俗足济，阮拢是批发价。所以讲来遮抬价吼，阮较无原因。对哦，而且佫进了水，这是 OK 的啊。这是真的。但是我足好奇，头家你头讲这个花吼，拢唔是2工、3工、5工就死去啊？安尼死去啊，这花是要安怎处理？花哦，淡掉的。花大部分的拢是淡掉啦。伊大部分的拢是淡掉，若无阮若以阮的花加出来，放较歹的一束啊，阮拢摕去。阮拢专收集起来，每一礼拜拢有迄个庙师来，吼，因拢来买花，因拢会大部分每一礼拜拢会做施食。施食，施食，因为庙的施食，因为都做法会有施食，阮拢就关互因去做施食。安尼嘛是真好呢。做公益。你看，咱安尼即马听遮济，学遮济知识。个头家甲阮教。对啊，我感觉哦，无我直接紧紧的，等去插一束花送互阮妈妈。对啊，你妈妈一定足欢喜的啦，吼。你若要插花，阮会当来阮遐，阮遐有一个工作室。安尼你紧花吼，你插你送互恁老母，我紧一寡吼，较特别的。送我一精灵嘛会使，但是我想要紧一寡较特别的花，我想要考老师，因为听讲伊足够插花。你嘛知影哦？有啊，好，熟客了，熟客，所以讲伊来拢唔敢出价，拢足乖。乖乖啊，乖乖。安尼咱会紧看嘛？无，尤老师，你迄个考试吼先等的啦。即马我先来配，要互阮妈妈的这束花。你嘛帮我看卖者。好啊好啊，这种的吼伊白死啊，所以你这位下骹你把剪开。剪开了，这塑胶纸吼直接呢。拆开啊。直接拆开嘿，就免抽啊。所以一般来讲，买回来花就先安尼，等于简单。就敢若你咧拣花时阵做优秀的安尼，转来嘛是优秀的安尼甲摕出来。我若是即摆咧配花啊，有啥物原则无？就是讲伊的这，我应该安怎去调整伊的这关价啊？其实你会当想讲吼，你即摆伫咧外口你看，想做讲家己是一蕊花，我这蕊花我踮咧这个所在，我会舒适无？喂，请问一下，你安尼有舒适？我感觉就安尼啦。有束缚无？对啊，奇怪啊。你要安怎调整？无你帮我调整。即摆这束花是倒位个应该爱调整，会用个互伊搁较好。好，甲你讲花束是要安怎用吼？第一个花束下骹遮的叶啊，阮拢来甲叶啊拢抽掉。哦，所以伫咧拔花进前，第一个就爱整理花。哦，一支一支安尼整理。爱一支一支整理好。哇。叶啊，搁有这车枝吼，这拢无整理，安尼你会足歹拔的。无。手内底拢是摕叶啊。对。第二个是你插着水内底叶啊会烂去，所以叶啊烂去，你的花就袂动，因为迄叶啊内底拢烂去变臭水。所以第一个你的花要讲分好开。哦，先分好开。有甲乱糟糟。莫介意拢连做好诶。即马拢更好啊，对，真济啊。下骹的部分，这个叶啊拢会抽掉。满盐水迄种感觉。敢芹菜。先该整理起来。你要先去量你的花束，讲你的花束偌大。哦。你的花束若是讲是安尼20cm对无？20 cm 安尼就40公分啊。是。一个40公分的花，你也要去看。好，所以我整理起来，顶头遮嘛要40起来。
规个拢爱40，所以你这顶头其实是你这40公分，你摕起来。下骹嘛是40公分。无这食得着水，一般来讲是1/3。哦。嘿，所以40公分，你下骹差不多10外公分啊。嘿，老10外公分，后伊食水。所以你就应该去想讲，你这10外公分的下骹，你这叶啊是不是？嘿，这都是免留啊。啊，就知影。是。基本上，阮花应该是讲，就是为圆形的迄种花束开始啦。嘿，基本的。为圆的开始练到尾啊哦。为圆的开始练，有发变甲无发，有发是这个圆的，这个甲伊限制掉的，所以你好控制，你所有的花拢是伫这个圆内底。控制伫圆的这个所在就对了。是。哦。我最好奇，因为一般较少查甫咧做这种插花，啊，恁厝的人敢有甲你支持啊？啥啦？其实阮厝内做的是甲艺术相关的。哦，是啊。阮爸爸是做雕刻的。哦。伊雕刻，啊，你插花啊？看迄当阵，就阮爸会带阮去看有迄个博物馆内底的展览啊，还是讲外国有啥物件来台湾时，阮会去看。安尼你细汉时阵是特别对色水啊、画图啊这种就有介意的嘛，有兴趣？对植物这物件是较有兴趣，所以画图遐是较无啦。我是无顶着讲阮爸伊画图遮的迄个部分。我感觉这插花嘛，感觉是一个伫画图，甲迄个色画起来的感觉，真的配色。哇，真正逐个角度拢足水的呢吼。足水的呢。每一个面拢爱看着。看一个。哇！你够应该安尼徛哦。是，这徛的是基本功夫内底一定爱做。啊是哦。恁考试爱考安尼哦。袂使讲软骹安尼倒去，袂当软就是爱安尼。爱会当徛。有啊，老师。无去嫌啦。真的呢。真正足水的呢。你讲你这个色的配法是甲大自然有关的。是啊，看大自然的。我嘛有定定看自然的物件。你这到底是啥？你的自然的形体较特殊一点啊。来，互你自然看卖啊。尤老师，我甲你讲，你今日这关吼，你若过，后一边你的学生啊，是你的人客来哦，都会摕迄啥芭乐啊、西瓜啊，到阮要甲我出题啊，出题啊。你是咧果菜市场的？果菜公司咧附近，你可能变做爱做水果拿。人是插花，恁会插水果。伊一坑落就无共款呢。哎呦，敢若会用的呢。啊，这阵我会使你插我等去送阮某。送恁某嘛是可以啊。伊坑你去往来啊呢？对啊。啊，这我下骹我就会甲整理过吼。对，因为对啊，你要加刀哦。免要紧，做这道是一定的拄着的。今日阮两个人用完了，再送你一个迄护手霜。啊，护手霜哦。护手霜还是万金油。我常常咧用的。万金油。万金油，啊，为护手霜较好啦。万金油啊，可能。哇！是慢慢甲整理。嘛是真够水呢。你考袂倒呢？无啦。那遮搞？哇！我感觉这比你较水哦。对啊，因为我这个淡薄奇怪，但是佫足水的。就亲像讲你短衣甲装脚哦，你有啥物件你就甲剪来用。其实翕相就好看的。其实我平常时啊，因为阮有咧做表演，啊，阮做表演时阵，定定拢有人送花嘛。啊，我定定拢会收到花，但是我就讲实在，我迄工若无摕转去，我就囥喺遐。就是，但是唔知影讲内底有遮侪美感喺内底。人送我花啦，我无好法甲珍惜。对，其实这内底是足侪即个。其实有时阵你若是讲短，你若是讲有用，遐个花摘出来，嘛是家己个会当放一束花束。佫有无共款的变化。是会当有变巧。所以尤老师，你安尼插花吼，学这花的嘛，已经遮久遮侪年啊，对你来讲，上大的意义是啥？意义就是讲，阮会当讲，逐礼拜阮拢会去望到花，看到花，
变做讲，阮逐礼拜若是无花，感觉足奇怪的。啊，恁的生活阮的一定生活内底就是有花嘛。已经伫咧你的生活当嘿，中就是有植物啊，就像你讲看公家内底足侪植物的，这就是甲阮生活已经结合做伙啊。所以刘老师真正是伊的花，甲伊的人生已经合作伙啊，因为人生无法度无花，真的呢。无花就变乌白啊。对啊，安尼你的生活才会爱美丽，哎呦，够美丽啦！来啦，谢谢啦，你来，你真正哦，考袂倒呢。无。咦哦，伟伟，你等我啦！你到底要创啥啦？你出来这个恐怖的所在，我跟你讲哦，我结婚啊哦，而且我囝嘛生啊，你想要对我后背来是毋？我要喊救人啊！是咧后背讲啥啦？物件有查无啦？有啊，你就叫我炸一寡干啊，我就我头一阮妈妈迄，伊讲要种菜瓜啊，是种迄，嘿啊，你莫甲讲伊较知影，我来头提就生气的，嘿啊。志老师在倒，志老师，哎呦，讲我伫咧这个行啊，志老师，哎呦，头你是讲今仔日阮来摕植物，哦，是啦，老师你家哦，恁兜带水沟啊哟？无啦，哪靠你带水沟有啊？阮家我都无发现呢。有你看，遮侪植物。哦，对啦，遮足侪青地的呢。对啊，阮的厝边头的本来就会有这种野生的植物。是啦，因为阮兜遐嘛是拢有这种植物，但是你行过去都无啊。对啊。对，因为今仔日有落雨，落雨的时阵啊，这青地就会走出来；无落雨的时候，青地会没去。哦，是哦。是啊，老师，这是市区了呢，要共头哦。啊，我有甲你有请教过啊。有甲问过啊，对啊。有问过。哦，是这安尼一阵仔就会变扫一个，啊，若是讲有需要，就恁要来摕这青田啊，还是遮过拢会用的，就对啊。对，因为无变扫嘛是环境咧就垃圾咧。啊，佫会使做这个生态干啊，对。对，做生态干啊。对啊，你讲啊，炸这生态干啊啦，伊骨头因妈妈要做迄果仔的干。果仔对啊，安尼就好个啊。安尼会使吗？会使，拢会使，只要干啊拢会使。对。妈妈迄伊讲的，毋是我讲啊。所以你是特别甲阮约伫咧遮啦，啊，毋过若是一般来讲吼，若要找这种青田啊，还是遮果吼，用一般其实去买嘛，买会着就对啊。阮的花市有卖。哦，花市就对，啊无就去个工作室。所以我感觉老师吼，即个足用心的啊，因为伊要教咱做这生态干啊嘛，伊就先带阮来遮了解这个环境，爱知影这吼青地吼，伊是需要落雨的时阵，足淡的所在，啊再找着。阴阴暗暗，对无？啊湿度啊较悬的。啊，阮的桶啊爱有淡薄仔水啦，无植物会失水。我搁想讲，你这桶啊来淡淡的。我调过伊。调过伊啊，你知影没讲没讲。好，安尼去你个工作室好。带水。哎呦，刷水，炸水，炸水啦。你有炸水。炸仔。哇，这外口足水耶！哇，敢若像哪内底吼？对哦，足水的。对啊，哦，足侪食物咧。特别照顾的无老师。一定有的啊。哦，够香的咧。哦，啊，而且内底嘛足侪食物咧哦。足侪食物。这里来，那些食物的香味，啊，佮有敢精油的香味吼。老师，啊，你讲要做这个生态干啊，你遮侪物件是该做？我传足侪的食物来，互恁会来做生态干啊。哦，啊你已经拢传好啊。对啊。传阮去啊。乌人的迄。讲着。我是调过伊啊，我想要下恁熟悉，熟悉无共的环境下的植物的。淡啊，乌暗暗的行啊来。才会去看会到这种食物的。对，这种食物。所以老师要甲他带遐个迄个生态所在，拢放在这管仔内底。无对。哦，这神奇呢。对。咱来做啊啦。紧来做看卖啊。
做这生态橄榄的时阵啊，爱先放一个发泡链就食材行会使买得到这款物件。花枝应该嘛买得到嘛。对，好。这款物件会使互阮的下口的迄水啊，有较侪的空气。所以这种发泡链就伊就爱放伫个上下对，头一层，莫放伤悬，因为阮爱把空间留互食物去做生长这样子。所以我看安尼差不多是1公分，安尼会使。所以倒安尼差不多就对。安尼会使无？就是安尼1点仔。对，然后第二层是用这火山石。啊，火山石的所在，阮放安尼1点点就抓个大概2、3小把。哦，安尼一丝丝吼，伊2、3把就会使啊，免用甲遮济啊。对，安尼就好啊。就是安尼1点仔啊，安尼伫个在内底。对。哦，迄个比例是安尼就对。因为阮用这头的时阵啊，阮爱让它更多样性。对，是安怎爱较济？人啊，对自然的了解其实是非常有限的。那我们其实让东西更多元性的时候呢，就可以让大自然东西被保存下来。第三层我要用这恰有头。对，恰有头的话，伊就特别也使观察伊的颜色。哦，因为伊搭也是淡，这色无共款。对。哦，因为我进前有饲一寡动物啊，像水鸡啊，拢是用这日本的头呢。真的哦，用进口的哦。对，这头就特别，这头是火山爆发以后啊的火山灰变出来的头。对。你会使为这头看这个淡，还是搭的程度啦？哦，唔对。安尼这唔多爱放较济。没有，这爱就特别。这较贵啊，放较济。坑啊，靠近外面这样子。是哦。对。坑外口啊。坑外口，你看哦，安尼。爱捞。啊，中啊就变就对了。中啊会使变，一丝丝安尼。这是要看伊的这色就对了。是啦。对，安尼。哦。好。阮来用这第4层，第4层就是头。就一般的头嘛。这就种净花啊，净花用的迄种头。头就重要的哦，因为头是所有的生物最后分解而来的，然后它是生命的开始，也是结束。对。老师讲的这真正是就有意义的，即为这生态橄榄就看这土的重要性。所以老师你安尼讲，这土我都袂用个去我一般我厝附近的迄公园啊，还是路边啊，了乌白乌。拢会使。因为你看我这土内底有足侪无共的食物。对啊，内底有菌啊，拢在内底。对，啊，我若是本来我厝内底有这种，也是敢若是安尼啊，内底有饲一寡迄食物吼，啊，我甲伊乌掉，啊，用迄土嘛是会用的。会使。对。好。那生态橄榄较特别的所在是，阮土啊变放足侪的，因为时间愈久，伊的土就愈来愈侪。是哦。落叶啊是。对，伊的叶啊会变内底的土。哇，这神奇的呢，所以免放伤侪就对。对啊，这就是生命的循环这样。就好算对。真的呢，伊讲这土就代表一个生命开始，是为这土开始发出来的。阮土用好啊，即摆来用迄食物的所在。好。那阮会使看到阮准备足侪迄青地吼，青地青地的话，伊就特别哦，阮来看哦。好，即摆阮拿这青地啊，甲伊放到阮的头表面这样子。拄袂死去哦？袂啦，因为那个青地无维管束，伊袂登去。所以这青地唔惊你安尼出来就对啊。伊就敢若是阮的青青的草地这样子。青草地，对，你看卖哦，这青地我放落去后啊，阮的土啊就会落落来啊。所以就刚刚阮的土地有被那个植物保护起来一样，就是下大雨啊也不会土质崩塌但是如果你看你这个直接放下，应该全部。我知影你的意思啊，你意思是讲这个大自然咱都要好好去保护，安尼才有遮的这草地，也去保护咱的土。无对，那阮用好这青地后啊，阮爱用这其他的这叫做钩炸桑啊，钩炸桑。对啊，阮的老师公叫古枣松，它的话是国语叫卷柏类的植物。对，种的时阵啊，阮会使
慢阮想要滴的，安那剪的你看卖哦，这有迄个棍啊，也滚的呀。然后阮用阮的镊子挖一个小洞，然后可以把它浸落去。哦，就插伫迄你想要对放的所在。对，插在迄起底上面就会使啊。浸这形态干那是，你爱有管有 A， 有管有低就对有了。管有低啊。安尼植物的迄受光会较均匀。哦。那阮的嘛会使传一款迄像酒桃，酒啊，酒桃来做装饰这样子。平常时做这生态干啊，就会使放喺你的办公室啦，对啊，还是放喺恁厝的内底，会使看内底的生态是安怎。啊，这嘛适合囡仔，对呢。安全。老师，啊，若亲像讲，我若是厝的有花，迄种有色的、有色水的花，我敢会用放在遮内底？刚刚就适合的呢。有淡薄的花会使放在内底，伊无需要足光的光。啊，有啥物花较要食光？敢若是金线莲，金线莲，金线莲。啊，若亲像我即摆安尼用这啊，我爱安怎去照顾伊哈？啊，逐工压水吗？是？免哦。因为阮家下的青地啊已经有水啊，所以阮只要把这盖子盖上去。哦。啊，你安尼看挂伊，毋都翕掉的就死去啊？无啦，伊哪会翕去？因为这敢若阮迄阮的地球有大气层共款，阮的水气会来内底做循环。我想讲是爱甲这挂拍好开。我嘛是安尼想啊。安尼个打气，就打去啊。对啊。所以我咧看挂进前，我后免压水，就互伊内底的水分啊，你家己放就好啦。你的头有较侪，我会加淡薄仔水。总安尼一点点那尔。无够啦，伤脆干啦，安尼就会使。安尼才干呢？对啊，安尼。真的。一嘴拢无呢。真正。啊，放偌久个，再来加迄水一点点嘛。应该无需要加水啊。无需要加水啊。除非你把盖子打开来，然后你修剪植物，然后去加。对，你的时间放的足长的，水就会补起。水分会走去。会走去。这神奇。管呢？所以就亲像你遮这大罐啊共款哦。这内底规个拢是水气啊呢。有淡薄仔水是必要的。哦，是必要的。对。啊，阮如果要整理的话，就是我来开这罐仔盖子。哇！你就使摕卫生纸啊，内底安尼切的。所以老师拄仔这个罐啊，你都拢无过压水过啊，伊就会家己一直变做安尼哦。对啊。水气的安尼。这水气是植物咧循环的过程中家己产生的。所以有水气了，还有这土，就一直安尼，一直放。食物你家己的循环。对，食物，食物的生存啊，有三个足重要的要素，一个是水，一个是空气，还有一个是啥物？光线。对，是光线。爱有光，啊，毋过袂应该晒日头。对，爱有光，袂使晒日头。爱24点钟拢该照嘛。一天爱有8到10个小时。遮久哦。其实我进前有做过呢，但是我进前做的这种生态干啊，饲偌久内底拢生菇啊，拢臭扑。你知影为啥物生菇吗？因为食物伊无想要活，伊就会生菇。伊要自杀。因为你的环境无适合它。哦，环境无好，所以食物就用生菇的方式自杀。那你知影安尼要怎么去除迄生菇的状况吗？就是。规拢淡掉，唔是啦，唔是啦，生菇的迄所在该乌掉，唔是，都唔是。无是啊，日头用日头拍，所以就是讲伊若有淡薄仔生菇，就紧用迄电火该照就对啊啦。对，照差不多8点钟、10点钟安尼。有可能你的电火无够哦，对。是哦。你用较特别的电。你爱放在可能是你的窗仔边大概1公尺到2公尺的所在，阮叫做散射光线。安尼就会使啊！安尼光线袂讲介强，这真正是大自然家己的方式，伊会家己治疗。对，伊个生菇的迄霉菌就完全无去啊，就神奇。因为老师头拄仔讲生菇，我感觉有时阵咱人嘛会生菇，对无？你看着咱落雨，落雨咱心情就会无好。但是无好的时阵，咱就来靠这大自然的这力量嘛，这个食物，还有这个土，其实这内底拢有一种能量伫，我感觉。对无？
啊，毋过老师，我头拄看恁遮摆物件足多，有这金油啊，搁有这什么物件吼？这是我写的迄哦，老师，你讲咧讲算命哦？对啊，白呢？这是迄个塔罗牌。塔罗牌呢？不是，这是我写的迄叫欧干文。也是凯尔特人的一个文化这样子，他们从习物上面的获取更多的有关于人之间的关联的讯息。我会想到一个电影《阿凡达》迄种感觉哦，食物就是这种大地之母的感觉啊，无对，你讲对啊，上面的每一个字跟排列的图腾都是我做的，你哪搞看的啦？后边哦，咱两个爱行行来遮甲老师学这心态感呐，啊无来看伊迄牌啊。自我安踏是即嘛现代人就哦，迄最重要的，真的，安尼生活才会美丽。对啊，生活美丽上重要。真的。I'm